再來看今仔透早6點外哦，新北市的泰山發生死亡車禍，一個27歲沙石車的駕駛，車佇新北大道向出去弄到分隔島，規台車佫衝出去，佇路口去弄到一個過路人，甲一個工地保全，這個過路人是當場死亡。初步檢測哦，這個駕駛無食毒嘛無食酒，意外發生的原因佫會調查。沙石車突然失控，弄害飛離衝入工地內，大量消防用水一直向頂面冒出來，突然的弄擊佫較造成一死一傷。我們到所的人員，但是我們只知道額頭有受傷。還是放棄啊！主任打電話叫我們過來了，他撞到認識路的。除了工地的值班女保全風掃着有挫傷，已經先就醫治療。迄當時路口也有一個過路人，遭到激烈衝撞，當場失去生命現象。不是那個施工廠商的包裝，不是，純粹它就是過路，把路口號誌桿、路燈還有消防栓都撞壞了哈，所以那個自來水現在修好了。警方管制交通，為封鎖線戒備，嚴格為哨所圍籬，消防栓攏受損，現場如蒼蒼。死亡車禍就佇新北市泰山車站透早6點外，一台沙石車經過新北大道6段，弄到內邊分隔島所來向外偏移，弄佇路邊的溫雅圳中華區工地。打滑拗甘蔗，無度控制啊！野樹的27歲姓郭查甫人，為桃園市龜山開往台北市北投的途中出代誌，經過警方初步檢驗，無驗出涉嫌酒駕還是毒駕。伊辯講車輛劈燃了後，規台車拗甘蔗就失去控制，驗過詳細原因，有提後手賠清。警方有假調向涉嫌過失致死等罪嫌偵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